原来是這樣啊。月公主，用膳吧。月妹妹。月妹妹，月妹妹，你在吗？月妹妹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是不是病了？月妹妹，月妹妹。夫人，我们回去吧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南后他来了。郑袖，拜见魏美人。拜见魏美人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南后，快请起。快，把东西都拿进来。你本是南后，后宫之主，臣妾仅仅是个美人，你这样做，岂不亂了身份尊卑？什麼身份尊卑呀？妹妹是天女下凡，眾芳花魁，姐姐見了只有喜歡二字，別的什麼都顧不上了。再說了，這女子的容貌若分品級，妹妹必是先出天後，我慚愧的連個侍婢都比不上，所以只好金釵不群的來拜見妹妹。南後這樣抬舉臣妾，讓臣妾惶恐萬分。切不可再叫我南後，否則啊，讓我無地自容。今後你我就以姐妹相稱，我願留在章華台，日夜伺候妹妹和大王，就怕姐姐攪擾了妹妹的清靜啊！不，這伺候二字怎可胡說？這偌大的宮殿，空空蕩蕩的，就我一個人住。姐姐要是願意時常過來與我說話，我高興還來不及呢，有何攪擾？謝妹妹不棄草莓之恩。姐姐，你這不是折殺我嗎？好妹妹。好姐姐。
蓮兒見識短，從沒有見過這麼標緻的長髮。豈止是你見識短，我又何曾見過這宛如絲綢的秀髮？曾經我也為自己的長髮感到驕傲，可今日與妹妹一比，真是井底之蛙。不過我這兒有一方子，是早些年魏國美人勳姜王后護理秀髮用的。此方先要採摘金鱗草、白芷、山瀉、宮梃香、辛夷曬乾，再加大黃、粉丹皮、細辛細細研磨成粉，加少許麻油拌勻後曬乾製成。待頭髮洗淨後，將粉末撒在頭髮上，再用篦子細細篦去。用此方後，不但可使頭髮香氣襲人，還能長久保持柔軟光澤、細膩如絲。妹妹，你不妨試試。都說宣姜真髮如雲，不屑敵也。原來是有這麼好的方子在幫他。可是這個秘方太過繁瑣，妹妹是慵懶之人，繁瑣之事都避之不及。哪用得着妹妹親自動手？我那兒就有現成的。蓮兒，一會兒跟美人端一壇過來。是。妹妹怎敢如此勞駕姐姐？你我姐妹相稱，還分什麼彼此呀？那謝謝姐姐。拜見大王。臣妾拜見大王。臣妾拜見大王。起来，起来，都起來吧。你們這是？我聽說美人妹妹剛剛入宮，人地兩生，唯恐下人伺候不周，特來照應。我們已結為姐妹，願同心協力，共同侍奉大王。同心協力伺候寡人？拿后姐姐一片赤誠，體貼入微，待臣妾如親姐妹一般。南後寬仁大度，開誠相見，實為後宮楷模。看到愛妃相處得如此和諧，實在是寡人之大幸，大幸啊！